音乐的旋律是多变化，会当演奏生活当中的各种滋味。为着要互偏乡的囡仔有丰富的音乐资源，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对去年开始办理着偏乡音乐巡演计划，透过音乐家的演奏甲分享，要互音乐声传到台湾每一个所在。改编台湾民谣、南洋舞曲、活跳趣味旋律，未来会伫台湾11间学校进行演出。这是团结中心第2年举办的偏乡音乐巡演计划，今年安排台湾多元族群的音乐，和学生体会本土乐曲的美妙。3月15日开始就会先到第一站是苗栗的这个鲤鱼国小。那么我们会呢有老师呢来做的演奏之外，我们还会有导聆解说，让呢这些小朋友们在聆听音乐的同时，能够更认识音乐所带来的意涵。卡琴音乐家李德音带领偏乡巡演团就山落海去台湾的偏乡国小演奏。李德音讲，上久的路途往回到14点钟。但是囡仔对音乐的兴趣，就是上大的鼓励。要安尼有一场音乐会，对因来讲是无啥可能的，因为因的所在实在太偏僻，所以咱把咱的乐器安尼搬去，互因看，互因听。我想呢，这是对因上大的一个大影响。那偏乡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，那这样的一个资源到学校来，它其实可以开启很多孩子看向世界的窗。今年的偏乡音乐巡演计划为3月15开始到5月中，分别会去新店、五峰乡、道山国小等10间学校巡演，希望音乐声传遍每一角市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